最後咧，我唔知佢用咩方法，可能係再俾多啲咯。唔知係唔係我唔記得個記載啦嚇。咁啊，即係再帶佢嚟睇，佢之後記得佢好開心就走。我哋唔需要咁樣嘅。但係呢個聖人都好可愛，好似個細路仔咁。因為當你咧，如果你真係好中意一個人嘅時候，你想知道佢所有嘅嘢嘅，嗰啲明星啊，呢啲追星一族啊，係咪啊？你知道明星中意着咩衫啊，食咩嘢啊，住邊條街啊，你要去睇晒啊嘛。我哋嚟到呢度就係咯，呢個耶穌就係我哋嘅明星，我哋就要去睇晒佢經過嘅地方。所以呢度你都可以好似佢哋咁樣嚇，就睇下耶穌話而家記得啦，佢着幾多號牌先啊，我讀下。咁我哋話我哋唔需要，但係耶穌留俾我哋嗰樣嘢好重要，就係嗰個見證。所以我一陣離開呢度嘅時候咧，我哋記住呢一句説話。咁讓我哋而家咧一齊做個祈禱先，係話俾時間你哋嚇，可以去影相。我們的天父，願你名受顯揚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，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的人，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，但救我們免於兇惡。阿們。因父子嘅聖神先。咁我哋咧依家喺出邊啊，我哋唔係太耐時間，因為仲有一個地方要去嘅，天主經堂。我哋咁想10分鐘到我起行嘅。我有少少提醒啦。不如我哋咧聽晒領衫嘅講解先至去影相，因為咧你哋一路行一路影相咧，越嚟越長嘅條隊。另外你唔知影乜嘅，李生講完你知道要影乜嘅，好嘛？我哋理上一定有時間，你哋放心。係啊，唔夠時間就再疏通佢，叫佢做緊你。OK 10分鐘嘅出邊啊！呢個要買書啊！佢都想有啲人都中意。